大家好，歡迎又嚟到骨貓 Chila 嘅頻道。今日骨貓 Chila 會同大家分享嘅故事係關於一個奇怪嘅電話殼。大約係4至5年前，骨貓 Chila 啱啱換咗一部新嘅電話，就好開心咁為佢購置咗一個新嘅電話殼。呢個只係一個好普通嘅電話殼，睇起嚟冇乜特別，只係一個底色透明、印有簡單卡通圖案嘅直膠電話殼。骨貓 Chila 為呢部新電話戴上咗電話殼之後，喺接下嚟嘅3個月就頻頻發生意外而導致受傷。第一次，骨貓 Chila 喺放工前往地鐵站嘅途中，被後面嗰2位途人棘到，整個身體向前趴在地上，臉同埋手腳都受傷了，需前往醫院治理。第二次，骨貓 Chila 喺返工趕巴士嘅途中，踏到地上嘅一處凹陷位，雙膝落地，流咗好多血，最後需要請假去睇醫生。第三次，骨貓 Chila 出外逛街，經過一片草地時，竟然被突出嚟嘅小石頭棘到，失重心跌在地上，手腳都被擦傷了。後嚟呢個電話殼因為用耐咗有啲發黃，骨貓 Chila 就換上咗另外一個新嘅電話殼。奇怪嘅係，換上咗另一個新嘅電話殼之後，骨貓 Chila 就再沒有頻頻發生意外受傷了。這純粹係巧合，頻頻受傷嘅背後原因係同呢個電話殼有關嘅。骨貓 Chila 實在係無從稽考。如果大家都中意骨貓 Chila 講嘅故事，記得 like 咗呢條片同埋 follow 以上嘅 channel 啦。我哋下集見，拜拜。